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各位弟兄姐妹将手机调成静音或者是震动的模式，让我们来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的人听见就喜乐。你们要和我一同尊耶和华为大，让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首先，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关心教会的圣工。今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上午10点，儿主亲子礼拜于教育馆 B1。礼拜后，邀请宗慈师母分享西班牙朝圣之行、法国之路的所见所闻。下周6月28，台语礼拜中举行国内外短宣差遣礼。6月26，星期五晚上8点，于礼拜堂举行祷告会，请兄姐踊跃参加。6月27，星期六上午9点，福音更新与福音推动力课程于教育馆 B1。中午12点，马来西亚短宣培训于教育馆 B1。下午1点半，国内短宣培训于教育馆301教室、教育馆 B1。台湾神学院信徒神学系115学年第1学期课程开始报名，本会会有选修或旁听费用有优惠，详情请洽办公室。2026暑期短宣的时间、地点如下表，请关心代祷。黎明月解6月14安息主怀，求主安慰家族。李契安长老、李养浩执事的嘱咐，6月18安息主怀，求主安慰家族。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是钟日耀，他是钟日耀长老，他是钟月娟哥哥的哥哥，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一世欢迎，永远欢迎请坐。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这2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神在，神在，神在，万军耶和华。神在，神在，神在，万军耶和华。全地都充满你的荣耀，全
瞻仰你至圣容颜，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颜，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从创世之初便拣选了我们，按着你隐秘的旨意与恒久的命定，使我们在这基督里得着永恒的救赎，脱离咒诅与定罪，成为贵重的器皿，又因信服真道，蒙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以致领受救恩。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谦卑，求你挪去我们自夸的善行，击碎我们所依仗的权势，使我们单单仰赖那从至高处赐下的能力，唯独指望我主的作为，不再用自义包裹自己。因在我们尚未成形以先，你已深爱我们；在我们仍死在过犯罪恶之时，你已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赎回。你的拣选全然无关乎人的行为，唯凭那被杀的羔羊的恩典，我们甘愿放下一切属肉体的依靠，因这永恒的拣选之恩，使我们全然臣服，深知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求你使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你已将我藏匿于至高者帐幕的隐秘处，庇护在全能者宏伟的殿宇之中。纵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的灵仍坚如碎石，任仇敌攻击撕裂，我的心依旧坚定如铁，因我是属于神的。
是从万民中被分别为圣的。求你以真理为带，束我的腰，使我在暴风雨中气力不摇，毫无惧色。信实而公义的神，我们既蒙受如此丰盛的恩典、怜悯与大爱，我若稍有偏差，再有过犯，求你不任凭我，反倒用你的慈神爱所管教我，使我深知罪孽，免得我得罪人，更得罪了你，以致与你疏离。求你保守我们归耶和华为圣，以你的道路与真理为我们的壁垒与保障，使我们在世度日能敬虔端正地为主而活。在这安静的时刻，我们谦卑地伫立在你面前，愿以主耶稣所教的主祷文，同心合意地向你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以及21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要按着那能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2次，是记载在约翰一书1章9节，请。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真道，今天牧师要讲的题目是赦免与肉体复活，请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这是一个有毕业典礼的季节，也有毕业考，也有论文面试的时刻，所以这1个月左右，有许许多多的年轻学子们他们要面对人生一个重要的课题，无论是他学习的阶段，或是他要进入另外一种职场，所以我们特别要为我们自己家庭、家族里面的这些年轻孩子们，或是甚至包括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的孩子们，为他们祷告。有的要上高中、上大学，或甚至研究所，或者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职场要去面对的功课。尤其我们常在说，21世纪诞生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如果能够在一个工作做好3个月就不容易了。刚开始那几年常常会换工作，所以我们求主保守他们在这个人生的阶段。在3天前，台湾神学院就是在领头超山台湾新学年有举行毕业典礼。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2位伙伴毕业了，一个就是陈阳志
另外一位就是吕雪英牧师，那天也有一些同伴，我们一起参加，年轻人一起参加。吕雪英牧师他是读灵性諮商协谈硕士班他今年能够一个完成。陈阳志弟兄他是道学硕士，也就是准备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在台湾神学院这个礼拜堂前面。这个礼拜堂很特别，在1957年的时候盖好，已经到现在快70年了。那时候孙雅各牧师将台湾神学院从现在的那个亚洲水泥双联教会隔壁那个地方迁移到岭头这个地方，先盖礼拜堂，然后盖办公大楼。神学院在那个地方造就很多的传道人。吕雪英牧师、陈阳志弟兄在我们的教会也特别要在青少年这个牧区，因为这青少年的牧区涵盖非常广，从10岁、12岁一直到30岁、35岁，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群伙伴。我们一起追求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天路历程。在这个天路历程中间，我们有2个不分别的。一个不分别就是你到底是第几代。我要再说，因为有一个姐妹说，就是因为这句话让她整个心开，因为她参加了一个教会，很有历史的教会，但是很受欢迎。每次聚完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跟她打招呼。可是那个招呼过后，她就发觉她自己跟他们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是第4代基督徒，那个是第3代基督徒，这个他阿祖就已经信主了，那他呢？他出了社会以后才信主啊，所以人家都是好几代，那他就只能叫第1代。我说上帝只有儿子女儿，上帝没有孙子。他说那天他突然顿悟了，原来他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都是上帝的宝贝。那些信仰前辈，他们的生命经历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不保证你会得救啊！因为你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到底跟他撒娇过没有？你跟他亲密过没有？你跟他 argue 过没有？这才是你的上帝，这才是你的阿爸，才是可以你靠着他引导你走一生的。因此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着有同工一起加入，让教会特别是在年轻的这一代，10岁、12岁一直到30岁这群，真的是挑战很大，面对世代的改变，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关心。而今年呢，从1月开始，为了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信上面更坚定，我们用使徒信经以及一句一句来，在使徒信经3个我信 credo， 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这3个 credo 中间，我们已经进到最后了。下礼拜就是永生，我们要做一个段落。而今天呢，在说到罪的赦免跟身体的复活，这2个很容易讲，但却不容易实践，它非常不容易实践。所以呢，每个弟兄姐妹都会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一生能够这样奔跑。前面有目标，就是耶稣基督将要给我们的奖赏，但是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你怎么认定这个奖赏会影响你今天的生活？ Begins with the end in mind。 那个 the end 的奖赏是什么？你所盼望的奖赏是什么？它一定影响你今天的选择嘛，影响你今天的预备嘛。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如果我们看台语的版本14节，你试着来念看看。来，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着赏，
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活命。原来这个奖赏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邀请我、呼召我去领取从上面来的永恒的生命。这个也是我们有没有资格？常常人会这样想：那我到底有没有资格？我能不能去领这个奖赏啊？不是看你的资格，而是看有没有 credo。credo 是拉丁文，就是我信。有没有信这位天父上帝是你可以依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跟我有关系？有没有相信圣灵保守我这一生向前奔跑？那么这个就牵涉到了我的罪有没有得赦免啊？我做错了，真的被原谅了吗？有时候我们还会怕没有被原谅。从基督教信仰，从我们的圣经让我们知道，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让上帝把我的罪挪去了，不留痕迹。我们的罪得赦免有2个凭据，一个就是耶稣的宝血，所以他上十字架流血牺牲舍己。第2个，这是上帝原本信实公义的本性。你如果到了一个年纪，你的同学朋友在一起，你大概是彼此都会认识了，不会改变啊。有的人说40岁以后大概就不会变了。你的习惯、你的态度、你的价值观不容易，除非真是打破重建，所谓的重生，对丁民乃馨。否则的话，你所执着的、你看重的、你服务的，大概会定型下来。上帝的本性是信实的，他的特质，所以他答应的，他所讲的一定会成就。而耶稣的宝血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路加福音5章23节，我们常常在主日学的时候跟小朋友讲这个故事，说耶稣到了一个城市，在一个屋子里面，在那边分享福音，人多的挤不进来了。有4个朋友，因为他们的好朋友是瘫痪，不能走路，他们要把他们的朋友4个人要把他搬进来，搬不进来怎么办？他们拆了屋顶，然后4个人就把这个瘫痪把它放下来。耶稣那时候问了这句话，来，耶稣曾问众人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今天，如果耶稣问你们，告诉许神道你的罪得赦免了，或告诉许神道你将来可以吃到70公斤，哪一件事情容易？哪一件事情容易？单单用讲的，不管结果如何，哪一件事情容易？你的罪得赦免，这样讲比较容易，对你来说比较容易，还是说我保证你70岁，不要到70岁，明年就到了哈，你可以吃到70公斤，哪一件容易？第一件容易嘛，对不对？你的罪得赦免了，我今天可以跟每一个讲，可是不用负责任啊。但是我说你可以吃到70公斤，我去都剥下来避哼啊！从高中到现在体重都没有改变的人，你要跟他说你可以增加15公斤，那个真的是天方夜谭。可是这句话你要知道，刚好相反哦。对那时候的犹太人来说，起来行走，只要耶稣一句话，因为他已经看到这个耶稣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在这个之前，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就在这第5章的记载之前，他才在一个城市里面才医治，所以他们已经发觉这个耶稣真的不一样。你有经历到这个不一样的耶稣吗？你有在很多人的见证上面看到这个不一样的耶稣吗？然后你会像这个摊子一样，拜托你4个朋友帮助你去见到耶稣。这个故事让我们发现，其实耶稣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得医治，众人会这样相信。
但是要赦免这个人的罪，那只有天父上帝可以，只有全能主宰可以。你这个耶稣再怎么厉害，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因此，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担当众人的罪，否则的罪不可能得救赎，不可能被替换。我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人嘛？如果没有人把我旧的接收过去，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人，蜕变成一个新的人。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约翰一书1章9节这么说：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就低头断气。我相信罪得赦免，是因为我全然接受主耶稣在基督上，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成了，所以罪得赦免。但是这个罪得赦免不是叫我们继续犯罪，而是要让我们能够脱离，拯救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捆绑、旧的习惯的捆绑，而被耶稣的爱吸引，带着感恩的心，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有时候是小朋友比较容易做到，越有年纪越不容易做到。我们在10年前建堂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建堂奉献，连团契都有，所以松联团契在那个时候开始了月例会的奉献，就成为建堂奉献，一直到现在。人家说，教育馆盖好了，为什么还要建堂奉献？因为我们要盖宣教中心，那个至少要以现在来说，至少要5亿以上哈。如果再过几年盖，不知道要多少钱。那时候有很多团契也在奉献，连儿童主日学，我们知道儿童主日学的奉献不是自己在经常费用，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几十年来，他们的每个礼拜的奉献，都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买礼物送给偏乡教会的儿童小朋友，已经20-30年了。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奉献都是这样。那幼幼班呢？幼儿班呢？2岁、3岁、4岁来，他没有零用钱，他也没有奉献，他们有点心，只有幼儿班有点心。所以10年前有小朋友就说：“那我们不要吃点心，我们来奉献建堂，因为我们那时候叫做什么建堂建人，大家都一起建造。”所以幼儿班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吃点心，但是那个点心费仍然编列出来，就成为建堂的奉献。这种故事好像美国比较会发生。100年前，小朋友去到主日学的时候，一样有点心，但是有时候点心不好买，他们每个人就发1分钱，有的部分呢就发1分，10个1分1毛钱就可以买 hot dog， 就可以买热狗。那个时候哈，所以呢，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去儿童主日学。有一天，可是爸爸不喜欢去教会啊，对不对？礼拜天。听说很多美国人都喜欢去干什么？钓鱼啊，是不是？好，所以呢，他想要礼拜天去钓鱼，可是他的儿子，那7岁的儿子说：“我一定要去主日学。”那爸爸说：“好吧，那就我陪你去，然后完我们再去钓鱼。”儿子说：“好，你陪我去，然后我陪你去钓鱼。”他们去了教会以后，终于结束了。那要离开，这个爸爸开车往湖边走，就说：“今天的 service 太久了哈，今天的礼拜怎么今天你们老是讲故事，怎么讲那么久？”可是这小朋友说：“为了那1 cent 值得啊！”他因为为了那1分钱值得啊，对不对？对这小朋友，我只要再过几个礼拜，我就可以自己买一个 hot dog。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如果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也是真的，我的罪得赦免了，那不是将来的事情，是今天我会活在永生中间。因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会改变他的生命，他会知道罪得赦免的力量会改变一个人，而不会让自己一直沉浸在软弱有限中间。在耶稣的门徒中间，有几位
比方说左边这一位，马太福音27章5节这么说：来，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耶稣有很多的门徒，有12个使徒，但是这一位犹大很可惜，耶稣的12个使徒里面有2个叫犹大的，真的这个犹大很可惜，他出卖了耶稣。出卖了耶稣以后，他不相信耶稣可以救赎他，所以最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吊死了。但是我们看到中间这一位，约翰福音最后耶稣跟他的一个门徒叫彼得的之间有问答了3次。耶稣说，问他什么？你怎么样？你爱我吗？然后这个门徒说，我爱你。耶稣叫他喂养我的羊。3次的应答都说喂养我的羊，但是在这3次应答过后，耶稣说，你啊，年轻的时候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但到有一天我邀请你，呼召你，就要束着你的腰，带你不想去的地方。听说最后他是被倒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我们看约翰福音最后这句话怎么说？来，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上帝。说了这话，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不是说喂养我的羊而已，喂养我的羊是宣教，是你要到地极去，让人来得着上帝国的福音。但是你的生命呢，要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来跟从我吧。不止彼得这样，最右边的保罗，我们也知道，当他跟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深刻看到自己过去的手的血腥啊！你看他抓了多少基督徒，关了多少基督徒，甚至说不定送到公会去，还能够借着罗马的律法，罗马的法律，让那个基督徒面对死刑啊！你看保罗的手，他如果要看看自己所做的，他可能会选择如果不是因为对耶稣基督救恩的确信，他可能会选择跟犹大一样啊，扎细扎爽，唔能够做派。人常常会这样，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看到自己的软弱，以为自己走不出去，当然靠自己走不下去啊！我们凭什么靠自己可以胜过罪呢？但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使我们罪得赦免，而这个跟永活是连结在一起，在你今天每一天活着的。所以基督信仰的复活，包括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也包括他能够叫你我复活。约翰福音11章记载了，耶稣在坟墓的门前叫拉撒路出来，而且对旁边的人说，解开他，因为那时候要安葬的人会用许许多多的布把它包裹，很多的香料把它预备好，所以叫他出来以后，还叫旁边的人解开他，让他走。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会进入与耶稣基督同行的生命中，那就看你怎么安排你的日子，看你怎么预备自己，看你怎么跟人家互动，看你怎么享受耶稣所说的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每一天的十字架是什么？来跟着耶稣基督，这样罪得赦免会跟你的永活连结在一起。因为生命跟复活的权柄都在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也能够让死人复活。这种死人不只是肉体的死人，更是在我们心灵里面那个自我中心，那个自己的价值观，看重自己这样的一个地面上的生命，它会被改变。因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会改变一个行尸走肉的人，成为一个活泼有生命的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告白信仰
到最后说我信圣灵，肉体的复活，罪得赦免。他显然这个肉体的复活是一个奥秘。有人要拍在天堂的电影，很不容易拍。你到底要把这个人在天堂里面怎么呈现？所以我们以前就听过这样的笑话。那么我宁可早一点安息去天堂，唔通到啊老哭哭哦，面拢尿尿再去天堂。若无去天堂看，拢全这款面很坏。我宁可最漂亮的时候离开。但是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用很多的对比告诉我们那个复活荣耀新的形体。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20章在记载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先到坟墓的是妇女，其中有一位叫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知道她的生命坎坷，以人世间角度看非常不屑，但是她知道耶稣的爱，她经历到耶稣的爱，她知道她的罪得赦免，因此她爱耶稣深。耶稣说过，爱大，赦免也大。因为他经历到耶稣基督那奇妙的赦免，他愿意一生爱耶稣。所以一大早他到了坟墓去，发觉什么？坟墓是空的。你看约翰20章14节，预备来，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是耶稣。有人去坟墓看到是2个年轻人，好像天使，对不对？有人去坟墓那边是看到有天使告诉他说，他已经复活，他不在这边，照他应许，你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吧。但是约翰这个记载不一样哦，直接面对耶稣，直球对决。但是他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很多的老师解释说，因为他太悲伤了，而这个没办法说服人，因为一个带着信心的姐妹，她知道她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她现在做的不是流泪，不是不舍。这个流泪不舍，她在家里灵修的时候可以做。她这个时候是要来服侍耶稣基督，拿着香料进入坟墓，每一天为耶稣上一些香料。她现在要做这个啊。他知道是他爱耶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功课，所以不会因为让他悲伤过度认不出来，只有一个原因，就像耶稣带着2个门徒上山，他的面貌改变了，所以让他一下子认不出来。这是园丁吗？这个是天使吗？这怎么不是谁啊？他还不知道是谁，还不知道是谁呀？耶稣跟他请安，他知道原来真的是复活的主。肉体的复活，人世间的眼光认不出来，但是在复活、在永活的生命中间，彼此亲密，彼此亲近。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腓立比3章21节说到，从上面来给我们的活命，大意讲，咱们领受的那个想是对顶面来，想是对顶面来，通过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从上面来给我们的那个永活的生命，来取代我们今天在这人世间的生命。他特别提到那荣耀的身体会跟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这么说，来，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如果你去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的一个对照改变，他提了很多
特别提，一个属地的要变成属天的，一个羞辱的让人家看不起的，但是会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今天常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好不好？一个 baby 出生了，你聊聊，刚刚出来的时候皱皱的，对不对？要大概过1-2个礼拜啊，1个月后比较，刚出来那时候哇很皱，旁边来看的人都觉得，哎呦怎么像？有时候男生一看就说怎么像小老头一样？你看那个脸，我就听到旁边，哎呦那怎么像小老头一样？但是另外旁边那个哦就勾追耶，那你就知道了，光就勾追也很像，阿公啊，阿公跟他小老头那个是谁？他的孩子在旁边呢。你看别人的刚出生的都像小老头，但是看自己的就勾追耶，你看伊嘴唇就像我，目睭跟伊妈妈同款。连审美的观点，人都从自己的角度。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你现在所看到的是身体，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给我们一个新荣耀的身体。软弱的要变成强壮的，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血气的要变成灵性的身体。他在讲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相信罪得赦免，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形象，那个新的形象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形象，那个新的形象还从你的心，从你的内心出发。你会重新看到上帝创造奇妙的良善，所以我们会得着那个良善而且是真实的身体，不是阿飘，是真实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体会这句话，罗马书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是人犯罪之后带来的结果，但是耶稣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咯，所以他把新生命带给我们，使我们不再受死亡的咒诅和辖制，可以与主同在。那个荣耀的身体，荣耀的生命是会让你经历到与主不断的同在所带来的平安喜乐。从今天我们就可以去经历这个，而且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间吃喝愉快，但是最重要，借着这样要帮助造就人，让人家认识耶稣，更接近天父上帝。有时候在吃喝之间，我们也会产生一些对话。有2个大学同学，已经50年前了，后来毕业了以后，一个去当神父，一个去当牧师。他们偶尔联络，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服侍。过了50年，他们有机会聚在一起。现在都流行同学会一聚就去吃自助餐吃 buffet。这个年纪吃不多，那就挑自己要吃的。我们知道很多自助餐里面有一个麻辣鸭血麻辣鸭血。那这位那个基督徒他拿了麻辣鸭血，旁边还有啤酒，生啤酒，弄了一个啤酒。今天竟然啤酒不拿，只拿麻辣鸭血。神父就说：“你以前不是常常都喝啤酒吗？”这位牧师说：“我不喝了，很久就不喝了很久就不喝。”后来回来就问他什么原因不喝啤酒。他说：“因为这位当牧师的，他有一段时间在玉山神学院在教书，在玉山神学院教书，面对原住民的伙伴，要告诉他们不能喝酒，是不是？”好了，那你老师自己喝酒，那你叫我们不能喝酒，所以他说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连啤酒都不喝。那位神父就跟他说：“哎呀，我们都退休了，对不对？牧师70岁过了退休的生，我们都退休了，今天也没有人看到，你可以喝一杯啦。你什么时候喝啊？”这位牧师就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就喝了你的婚姻宴席我就来喝我们在这人世间，我们面对的是吃喝，
生活的实况。但是在你的生活许许多多的细节，你许许多多的安排上面，你可以常常想到，我的罪得赦免了，而且主耶稣基督会给我一个荣耀的身体。虽然今天常常会腰酸背痛，虽然今天常常可能会头痛，会有一些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会给我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会影响到你今天许多事情的选择跟决定，因为你知道你所得着的福音会分享，会影响别人，不止你愿不愿意分享，它就是会影响别人，让人家的生命也得着改变。所以我信圣灵，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肉体的复活，它会带给我们平安跟喜乐。我们就用这首诗歌，让这个平安喜乐真实的在我们中间。请起立。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涌在我心。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涌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涌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涌在我心。全能的主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奇妙宝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不止这样，在今天我们就要领受你所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生命，在永恒里面你也会给我们一个肉体的复活。谢谢主，也帮助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时刻有你的平安，你的喜乐，让我们经历到成为主的门徒，实在是好的无比。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我们用感恩的心一同来奉献，然后奉献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惧怕
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借着你的帮助，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时刻再一次立志，我们一生最爱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主啊，特别在这个重要的季节，有些年轻学生，他们生命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包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人可能在迁徙的中间，有的人在职场要不要转换跑道的抉择，或者是我们家里面也有病痛，也有心灵软弱的，要求主医治帮助。我们恳求主圣灵，让我们能够确信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他也要让我们在这生活中间许许多多的难处，看到耶稣基督，你牵着我们的手，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生命真理的道路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主再来。阿们。请坐默祷。今天第一场礼拜到此结束，请在殿乐结束后再行礼席。